鸿海集团的何树康在咧向中国政府查税金，国台办昨表示调查是正常的行为，也强调台湾企业在咧趁钱的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学者认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咧进行独立参选总统的连署活动，中国插手台湾政治的意思是真明显。除了警告郭台铭，也要下惊台商。鸿海伫中国的旗下企业富士康最近传出，予中国官方稽查税务用地。国台办2号头一摆证实讲，对所有企业拢是相关的说法，调查是正常的执法行为，只是台商投资。不过表明，台湾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台企在大陆分享增长红利，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鸿海是维持利益的重要信息说明，表示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相关作业。由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在进行独立参选总统连署活动，更加嘴巴讲到要甲郭文铁合作。就中国早些消息解出来，伊公开活动减少。学者认为，中国这时阵出手政治感悟的意味是真明显，想要来影响大选。更希望他能够在这一次下架民进党当中扮演好他本身具备有的条件跟能力，那就是金主的能力。这一次的选举，中共面对台商的思维上是威胁的成分居高，补助或者是补贴或者是协助的成分是下降的，跟过去完全不太一样。吴小弟认为，除了经过郭台铭即摆富士康甲进前亲民进党大商互调查案件无啥共款，中国可能对着台湾选情感觉焦虑，想要采取拖延的战术，伫大选进前合作大商，卖接触政治，打着红线。记者综合报道。